안에 지 림제의 정조 차순 돈사이 알레 오래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归生是归佛归法归僧诸佛正法显生僧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说法之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僧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说法之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僧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说法之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我也去타니버디 가르고 다테네 센시니 당비 센시 잠미다보다 자된도 따부서 유기 두츠도 조사를 주래 디 조주레 디 치든시네 디 로본 상의장 주제 출라 탄주시에 저 준생에 대디 송주래자 년달라 다 차제리 큐니 야오치문도 라오 그무지 쇼아 다 차제리 달레레서 다데스 마시나 타니워 야 식된디 식된디 조주르와 손바니 식된세 다 유기 대출래자 아 유기 두즈니 시바 유기 두즈니 고체샤쇼 남나 시바 유기 두즈니 아 라서 유데라 고주다 온주니 예스 달라 때네 도고비 유는 고주당스 소야 다 시바 유기 두즈세야 돼 유데라 고주다 온주니 예스 달라 때네 도고비 유는 고주당 수도남지 달라마 때바 용도게 녜네비 유는 온주도 조스 어따데레 지당 고주 살람나 한조 시tum나 고주 비차 쓰기요래 그래서 야 가 시tum나 어느 고주 비차 다이나 영문주다 고주 니수 체외나네 고주 세야다 문주 세야디 켜바치기요래 그래서 아니 다 유텔라 고주 세야다 지당 문주다 고주 세도 문주이나 고주 비차 쓰라고요 타이나 유텔라 문주다 고주니디 개와이스 유텔라 고주르스들라디 타치다 유텔라 고주르라디 조 가르고고여서나 유텔라 고주르세디 유데 타 유텔라 치다 고주르세야디 카데질라 유텔라 고주세야디 따라 때네 또고비 유는 고주르스 그래서 타페나 소소케오 남기 페나 소소케오 남기 아니 통마 또베제나 무슨게 또 메뉴바 따라 때네 또 고 따라 때네 또 공에기 최텔라세나 데레 최텔이야 아니 고주르세야지
我的我觉得过去27年的过去谁的等这些了可不要的，当我那今天呢，我们就看到法传中医的第28页，就是中间的第一部分。那上次呢，我们解释完了这个语词解释，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第4个呢，就是静的程序方式。那静呢，就是有隐蔽分呢，还有现前分呢这2种。那必须依赖音相呢，才能了解的静呢，就是安立为这个隐蔽分。那凡夫在不依赖音相的情况下，透由经验之力而能够决定的静呢，称为是现前分。那虽然说我们一般在把静呢分为就是现前分还有隐蔽分，但是我们通常在程序的时候呢，是程序只要是事成的话呢，就是只要是存在的法的话呢，它就一定是隐蔽分。所以是现前分的话呢，它片是隐蔽分，只要是现前分，它一定是隐蔽分。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分为现前分和隐蔽分当中2者中的隐蔽分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有区别了。现前分和隐蔽分2者当中的隐蔽分呢，那我们讲到说对此境是隐蔽分，对此境是隐蔽分的意思呢，就提到说凡夫在最初通达的时候呢，他必须依赖着音相呢才能够通达的呢，那这一类的法呢，称之为叫做隐蔽分。다 되래. 다 되네. 야, 되네. 그런저 답 대보여나. 야, 아직 동바치 된다로. 다 되래. 那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呢，可以把视讯镜头打开。다 되네. 야. 수도 남기스. 라서. 다 수도 남기 따라 마템 바라 용톱기 녜네비유 남 운주도 조스. 다 되래. 다 수도 남세야디 수동 세야디 남기세디 수동 소소 겨울에 소소 겨울 남기 따라 마데버 용톱세디 무슨기 세상 무슨기 또 뉴야기 유텔라야 하는 운주샤기요레스 세상 고주다 운주를 세야디 고주 세야디 아니 토마토베체는 따라 때데 또 거야 다때 고주텔라야 아니 야 중세 고주 신도 고주스 어다 중세 고주의 신도 고주스는 계제 시그와 어다 티레 당고도기 리발라 때네 또곤 죽고야 때라 고도기 리베기 리바얀달라 때네 죽고야 때라 고주기나네 중세 고주 당고도기 리바 참라 마임바 마템버 아니 이치기 룽라 때네 또 땡공에기 아니 고주 때라 아니 신도 고주스 어다 디수야 따라 때네 또고비 유남 고주당 수도남기 따라 마템버 용dob기 녜니비 유텔라 용dob선 모습기 녜니비 유텔라 문주도 쪼그레스 어다 디레 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呢，凡夫呢，在不依赖音相的情况之下呢，透由经验之力而能够决定的境呢，安立为这个现前分。那经验之力呢，指的呢就是提到说我们所讲的现前，透由现前呢能够通达的、能够决定的呢，那把它安立为这个现前分。那我们在安立隐蔽分的时候呢，又把隐蔽分呢分为这个略隐蔽分呢，还有极隐蔽分。那略隐蔽分呢，它就是透过这个世事比度呢能够通达呢，那称之为是略隐蔽分。那极隐蔽分呢，就是透过世事比度呢也无法通达，一定要透过这个现许比度呢才能够通达的呢，那这一种呢称之为叫做极隐蔽分。다 되래 다 따라 때네 또고비 유는 고주당 네베는 고주도 다 천신이스 다 천시 가르레스라도 당배 천시 잡미다바 자den동 따볼라체스 제자 잡미다바다 자den동 슬랍디 잡미다바다 자den동 이보티 잡미다바다 자den동 이보티 고주레스고 다 고주 인다데 가르레스나 잡미다바 따부이나 미다바임베기 조제 제바 암 아니 기직마 균생 거발라 때네 마도 자미다바데 토마토인디 소소케워 남게 웃음기 용에게 또 투그레베스나 또 투구마레스 티토미두바 인상 자미다바타부티 아니 따라 때네 또 고야 세데 따라 때네 또 셰베 따디 균생 양따라 때네
多个吧是个样的。那接下来呢，看到第一的这个事项，也就是隐蔽分的这个事项呢，像是生无常，还有生地时空呢，那这个呢是隐蔽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通达凡夫呢，在最初通达生死无常的时候呢，他要么就是透过所作性的正因，或者是透过刹那性的这个正因呢，它才能够通达就是生死无常。所以在依赖因相呢，这边的因相指的呢是指说正因，它要透过一个正确理由呢才能够通达的呢，那这种呢就把它安立为是逼分。那能够透由现前领纳方式呢通达的呢，那就是现前分。它电动是那个的，它电动是的电动是为的，其他动吧些吧的，没别个团了可以了，它电动是的，因那样电动是的，其他动些吧的，没别个吃了可以了，因那样，但他告诉了呀，它电别动啊是的，电别动啊是别的，电别就别动了可以了，是说，电别就别动啊是别的，电别就别动啊的，安尼，哦，老说没别个家的。그래서 마인베 거 지나 동바 셰바데 메발라 코타 지나 마인발라 코타 지니 용이야 페나 사초 품베 동 슬라바이나 사초 품베 동 셰베 동스디 사초 디 된데 품바 메베 취 메취 다가라네 다페는 다타베 동 셰베 타베 동스디 다타바 마인발라 코그레 마도 타바 메마베 케지 예메 케자 마레 다가나시 네다 뎀베 동아 셰베디 뎀버드바 마인발라 코고레 제가 다 다 뎀버드바 마인바 대가라나 다 뎀버드바 동아스 어테 那第二个呢，讲到说生地时空，那生地时空呢，就是一般我们在讲空呢是没有的意思。那不过这边地时空所指的呢，是指说地时成立空，也就是呢非地时成立的意思。就是一般在讲空的时候，它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个是不是，那一个呢是没有。就比如说我们讲说此处凭空，此处凭空呢是指说这个地方呢没有瓶子。但是呢，我们在提到说哦，身呢是长空的时候呢，身是长空，并不是说哦没有长，而是指说声音呢它不是长，所以有两种不同的意思。所以同样呢，在讲这里提到说声音呢是地时空的，地时空指的说它是地时成立空，也就是呢它非地时，它不是地时成立的意思。어테 다페는 다 뎀버드바 동아타보 인바이나 균세 양달라 때네 때데 균세 페는 제바 따라 때네 슬라두 또고베 아니 고주레스 카레스나 페나 다 뎀버드바 동아타보티 텐데 균세 양다 고발라 때네 아니 다 토마로 또베 체나 아니 텐데 타부 균세 양다 고발라 때네 또고요레스 텐데기 또고베기 차네 마도 자 데버트 동아데 우숨기 영회 떡기 또야 여르베스나 영회 떡기 가라조 미시기 술라 따와 능시 영회 숲기 또야 여르베스나 또야 여 말레스 디메드 자 데버트 동아다 아야 소소 겨워남이 자 미다바데 소소 겨워남이 토마토베스나 윤제 양다라 때네 또 땜바마도 우숨기 영회 또도 말레스 다디 고주레스 다 고주기 나네 중세 고주의 신도 고주니기 나네 원하티 가르에서나 중세 고주기 나라 추고요래 所以在讲到说呢，身是地时空的时候呢，那讲到说它因为是隐蔽分的缘故，所以凡夫在最初通达的时候呢，要依赖一个因相才能够通达。那这个因相呢，就是比如说像是以缘起为因，然后来通达呢，就是身是地时空，就是透由这个缘起因呢，然后才能够来通达。声音它是地时空，因为呢，以凡夫来说呢，他在最初通达身是地时空的时候呢，它无法透由现前领纳的方式，就像是我们眼睛看到瓶子这种方式呢，去通达声音是地时空。所以它一开始要有一个像是以缘起为正因，然后来通达呢声音是地时空。所以我们知道说身是地时空呢，它是隐蔽分，那它是在略隐蔽分和极隐蔽分两者当中的略隐蔽分。어테 다페나 지당라 셰자라야 원주다 고주니 고주라 아니 중세 고주다 중세 고주다 신도 고주스 다 된다 되나 셰자 숨라바이나 원주 중세 고주 신도 고주 어다디 숨들에
그래서 원주 중세 고주 신도 고주 중세 고주의 신도 고주 이보대 고주기 나라 되고요. 다디 이제 자메다바다 자된돈 따보이나 세자 숨기 나는 가르차기열에서나 공문주 차기열에서나 문주 차기열 말에 말하죠 온봉 무슨기 무슨기 주의의 교반에 레기열 말에 대인데 공문주 차기열 말에 소소 교원남جو 토마 또베스는 무슨기 또 투야열 말에 진수 문주 차기열 말에 다 워낙 고주래 고주랑 원주 중세 고주의 신도 고주나는 신도 고주는 레야요 말 신도 고주 마임베 신도 고주 있는 좀 된디기 롱코나 이세기 롱코나라 때나마도 또 못해가지고 그때야 이세기 롱라 마대마 또 두고요래 뒤인데 중세 신도 고주는 말에 어디인데 중세 고주 차도고요 레스 다 신도 고주의 가르쳐고를 샤고를 살아봐 있나 빼나 짐바 땅원라 때네 롱제 중앙 수준 송원라 때네 텐도께와 어다 된수 가르에서는 짐베 롱제那刚刚人切就有说这，所以呢，我们在讲到就是锁量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讲说锁量呢可以分为就是现钱分或者是隐蔽分。那如果说我们把锁量呢就是分为3种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把它分为现钱分，然后呢略隐蔽分还有极隐蔽分呢，就是能够把它分为3种。那像是以绅士第10空来说的话呢，它并不会是现钱分。它是锁量嘛，但是它不是现钱分。为什么是现钱分呢？因为它没有办法透由我们的现钱领纳之力呢去通达，所以它不会是现钱分。那同样的呢，它如果不是现钱分的话，那它就只能是隐蔽分。那隐蔽分里面呢，它又不会是极隐蔽分。为什么呢？因为它如果是极隐蔽分的话呢，它就要依靠的就是信许比量，就是透由信心呢，对于佛陀的这个言教升起信心之后呢，才能够通达。但是呢，我们在通达声音是第10空的时候呢，又不是说只能够透由信心呢，对佛陀讲的经教有信心之后，我们才能够去通达声音是第10空，所以它也并非是这个极隐蔽分。那一般在案例，极隐蔽分呢，就像是说我们透过经文呢，就是无欺狂的这个通达这个经文呢，它了解到说因师有受用，然后呢由戒生安乐的这个。了解这个所权利的这个比度呢，这个才是所谓的这个信许比度。那刚才人切讲到这边之后就断掉。我老是当年的了，然后老早过年的差价的呀，我去你们的。啊说，人切大概的金杯龙就清理的好多，那的确其实。진배 롱지 팀기 대 대바도 송사임배 송사임배. 나 진배 롱지 팀기 대 송바나시 진바 땅와라 때네 지단 아니 진바 투 남기체 진바 땅와라 때네 드부 투 남기체 중앙당 아니 텐드 최dim 투 남기체 송발라 때네 아니 투 남기체 드부 텐돌 계기 여바테 아니 신도 고주 차되어레스 다 덴데기 신도 고주 때라 이치기 롱라 마덴바 이치기 롱라 템바 마도 난도 모도기 리베기 제바 임비 균센다 기지마 임비 균센다 덴데 임비 균세 거바다고 낭시 제네 도토기요 마레스 티인디 신도 고주 차고레 티인디다 미타미타바다 다텐돈티 이치기 가자 신도 가자 중세 고주 아니 신도 고주 아야 신도 고주 레기요 마레스 신도 고주이나 온다 데데지 고요레스 이치기 롱코나라 땜바지 所以呢，刚才讲到说，像是身世无常，或者说身世第10空呢，它并不是信许比度，它并不是极隐蔽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只能够透由信心呢，对佛陀的这个所讲述的这个经教呢，升起信心之后呢，才能够通达。那我们一般在案例这个极隐蔽分的这个事项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透由这个
经文呢，然后通达因是有受用，有解有安乐。那最主要所讲的呢，就是说最细微的，就像是因为呢，在过去式的什么时间呢布施之后，所以在什么时候呢，他能感得怎样这种受用的这种果报，或者说呢，他在哪一世呢？因为他持戒的缘故呢，所以将来呢，他在某一世呢，他能够投身上去。那这种就不是我们透过这个世事比度这种世事正理呢，能够去理解的。这个唯有对于佛陀所讲的经论呢，升起信心之后呢，才能够通达。那因为呢，身世无常，还有身世地时空呢，它并不需要透由仅对于这个经论呢升起信心，我们是可以透由这个正因的正确的理由，像透由这个缘起的这个正因，然后呢就能够了解。那刚刚像是因师有时候用由戒生安乐的这个内容呢，我们是无法透过缘起或者说刹那性的这种正因呢去通达的缘故，所以呢，身世无常以及身世地时空呢，它是略隐蔽分，并非是即隐蔽分的理由。他等于你别给清晰的了，我就给清晰个人是那普巴的南部大不了解释，但普巴的南部大不的我就认识，个人是那说东说说给我了家呢，说说给我那么他妈多别在那，他妈的家伙样的，说说给我那么他妈多别在那，打了嘛的吧，我说给永远给多透过要把现在提前的空我就下来的，他对了。那第二的这个事项呢，就像是瓶，还有像是这些毛织品等等。那瓶还有毛织品等等呢，它为什么是现前分的这个事项呢？因为凡夫呢在最初通达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定要加上最初两个字。凡夫呢在最初通达的时候呢，就是不需要依靠着这个理由，不需要依靠着因相，就能够透由这个现前领纳的方式去通达缘故呢，所以它是现前分。他都是嘞，他等于印度普巴的南部大不了解，我说的我就你对起是，他对嘞。当我说的我就你对起，其他的话，其他国家是的啦，打了等于多个国家是，但样等于那么就老说了切题了，缺的了国家呢，缺的马多被切过来是，别呢，俺缺的了国家因是那边呢，缺的马多被给断了可以了。说，别呢，上届爸爸写下他们家了过去以来呢，上届的写下他们家马建没给，团了可恶呀的，加上进过去写的打了点的到个把是了的，打了点的到个把是了的，可马多被团的，他那到就一笔给家的，加上打了点的到个别给有了对吧？但那俺碰把了过去，俺没打把了过去满意了吧？呢，俺没打把到不可，没打把。俺没打把了，过去赢了都俺没打把马到被团的，团都可恶呀的。俺没打把了，过去没赢了的，但俺没打把了，过去没赢了，俺没打把倒被给开了过了，也没打把了，我就赢被给加嘛了，我就赢了，我没打把我送给人家到过了，的到过人家要买的，那俺没打把了，过去没赢了呢。俺没打把倒被看的，俺没打把了，过去赢了呢，俺没打把，马倒被给团都可恶呀的，知道？对的。那就是我们在讲到接下来就讲说现前呢，还有现前分二者呢是同意的。那不过呢，这边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讲到隐蔽分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讲到说对笔法为隐蔽分的时候呢，就表示说我们对于笔法呢不通达。就像世尊呢，他对一切法呢都并非隐蔽分，为什么呢？因为世间呢，他通达世尊呢，他通达一切法的缘故，所以世尊对一切法呢都非是隐蔽分。那我们想要说，如果说对于笔法为隐蔽分的话呢，就表示说对于笔法呢无法通达的意思。就比如说我对无常呢为隐蔽分，我对无常为隐蔽分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于无常无法通达。因为我们刚刚讲说隐蔽分意思就是你要透过一个正确的理由，你才能够通达嘛。所以我们讲说我对无常为隐蔽分的时候呢，就表示说我无法通达无常的缘故，所以我对无常呢为隐蔽分。那如果说呢，我对无常呢，并非是隐蔽分的话呢，就表示说我通达无常。但是呢，虽然是讲说我通达无常，但是也不表示说你通达是由现前的方式去通达无常。你只是说你通达了无常，但并不是说你现前通达了无常。所以我一般在了解到说，对笔法就是对某某对圈圈为隐蔽分的时候呢，就表示我们没有办法通达这个圈圈。他提的，他提像。
peche nangi ko koju da ngonju ki tuen shaba de da nganzo kansa de la koju da se jorwa hoda nganzo ya namju lo da chik des menda chik de ta tigi nane menda wa cheche de kare khaba dugo yare sena ranju ba menche da menda wa khaba cheche de ngosum da ngonju tenji isla war ta ti tengyo tomo mahim bare tengyo tomo mahim bare ngosum da ngonju tenji ta tunda ma ranju ba menche ina ngosum da ngonju yin sheyen khora yamare ngosum이나 티나네 ngoboyin 고고야와 ngoboyin 셰바yin 고고야 또바데 대신 마초와 쓰는다 마초와yin 고고여나 메나다 랑주발이야 고메나 다 셈자바다 랑주발이야 투셰 ngosum라 투셰기 시든지 샤기야와 다 얘네야 샤기여는다 메나다 ngosum라 셰바yin 고바데 좀다 랑주바 men제 정말 용다래 다 땡겨와라 ngosum라 셰바 소기 시든 다음에 셰바 마임비기 시든지 샤기야 오다디 디 땡큐 토모 마이바 세상 모습도 운주 된지 세디 다 본바다 가와트서 강아 모습이 슬라워 모습이 고비 준세 가르스는 운주래 소소 겨워남 용모습 토마토 베스는 모습이 또 누베 차니 공모습이 오다디라고야래 所以我们一般在解释现前分还有隐蔽分的时候呢，跟对于这个普特伽来说呢为现前分，还有对于普特伽来说呢此法为隐蔽分的，那它所代表的意思呢是稍有不同，那这是我们要区分清楚的。那接下来呢，假如说这个现前与这个现前分同义呢，那这个呢也是应成派不共的这个程序，因为呢在应成以下呢，就是以对于说像是秩序派以下来说呢，它现前和现前分呢是两者是不可能安立为同义的，因为只要是秩序派以下呢，它一定程序呢现前呢它一定是无常，而且也是在无常当中呢，设法、心法跟不相刑法里面呢，它一定是程序说它是心法。那但是说在心法里面呢，那有的是程序说现前和这个错乱式呢就是有交织，那有的程序呢就是现前一定要是无错乱式。虽然说有这样子的区分，但是呢，只要是秩序派以下呢，它一定程序呢现前它一定呢要是心法。但是应成派呢，它不共的程序呢，它就程序说现前和现前分两者呢是同义，所以像是平指还有柱子呢，它都是现前。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现前分。因为凡夫在最初通达的时候呢，是可以透由现前领纳而通达，所以它是现前也是现前分。那这是应成派不共的程序。大体的，第一届做当的是找不嘞。这说预计就是预的了，过去的我就给团的打了点的多个比预的了，都说是叫我那边打了点的多个比预的了，过去当苏东那打了嘛，这把我说给多那边预的了，俺我就我到点的呢，我就写的清晰的，就刚刚他让就把面前了这个这个样的，他这电动来的让就把了。Datendon Digiore, and Umapala Datendon Digiore, and Ranjuba Major Semsambalina, Datembe to the Toas and Digomar, Coaching, Jevocam, Dutcher to the Toas Lavia, so around Rangitum, that's also get Tawadema, Jagurova, Jamitabatikan, Datendon said, Dutcher to the Semsambaina, Dutcher to the Toanaja, Ranjubaina, Datembe to the Toanaja, Tenguina, Ranging to the Toanaja, all the those Geneco, Javacamado, Dotan Chico Chigbat over there. Now, most of the one you to say, Badminton Kakachado. 所以呢，在这个之前呢，就是上述所讲的这些内容，其实跟就是下部中呢，都是大部分都是差不多，就是差异呢没有太大。就是在安利就是进的程序方式的时候呢，那同样都是会安利到现前分啊、隐蔽分，那同样呢会安利到像是身世无常啊、身世地时空。那当然说身世地时空呢是中观派它不共的这个程序。那在唯识宗以下呢，他就会把这个地时空呢，就是变为这个外境成立空啊等等。那秩序派呢，它也可以安立地时空。那在应成派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安立声音呢是智方成立空等等。那就是对于说所安立的所破呢，就是稍有不同之外呢，那其他程序的方式其实跟下部中就是没有太大的差异。那有最大差异的呢，就是现在所讲的这个，就是现前呢与现前分同义的这一点呢，那这个是唯有应成派程序之外呢，那下部中呢就是应成以下的秩序派以下的这些中义师呢都不程序的。对，本来南部是的，我说人因在刚刚过么了，但你嘛因呢，那俺们推出的了呀，俺那做古小的做到忙不起个土路看呀，他就说米家因呢呀，
那古说嘛，因为呢，这种忙不起，可能给人给给不着的，我得南北通的用过啥吧？就是被北京人了，南北给他也得忙不停个嘞，这种好大的嘞。就是这边有特别提到这个毛织品，那这个毛织品就是跟我们一般所讲的这个布类呢，就是稍微有一些差异，就是布它不一定是毛织品了。那为什么说在经典里面就是常常会出现就是毛织品这三个字，就是因为以前可能在西藏比较冷，所以无论是深重也好，或是俗重也好呢，就是常常会穿这种毛织品的这种衣物嘛，所以在经典里面在做譬喻的时候，就会常常把这个毛织品拿出来作为这个实相来做案例。哦，他的嘞。他的这些，他，哎呀，我就对意思，他的不都这些，他养鱼的了，也鱼的了，他鱼了也那看的是那等把你就是工作等把的等等别等把你也是，他工作等把的等等别等把你也是的等把你给那么下就是的，他等把你给那么下就是的看的是那，他也就这个前面也得干些，他也就这个才嘛让你啦。他人觉这个怎么送啊的，让你工作点把应别成意思。他的嘞，他的这样做，他人觉这个怎么写的，既然怎么了你下个月，有了他人的等等的他人你下，有了等等的他人你下呢，等等是的动你了过过来，他人是的工作被缺了过过来，他工作被缺这个怎么的了，他人觉这个怎么是个月的。等等东北人姐姐给怎么的了？等等姐姐给怎么？我到底了个月，他工作点把生意的了，看得起个月的是那开就你，他也他他们都送给你忙他。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在安利镜的时候呢，除了上述所讲的现前分还有隐蔽分之外呢，那在安利镜的时候呢，就从二谛的这个角度，也就是安利了世俗谛还有生义谛呢这两种。那什么是世俗谛呢？就是在抉择名言之量呢本身已成为就是抉择名言之量的情况之下，那抉择名言之量所得之性的这个本身呢，就是本身是世俗谛的这个性象，就是它都会有加个本身嘛，所以最后面它这个也是本身是世俗谛的这个性象。那我们先来看就是它里面的这个内容，什么叫做抉择名言之量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到说呢，境呢它可以分为名言还有就是圣意呢这两种。那所谓的名言呢，就是世俗等诸法呢，那叫做名言。那圣意呢，就是指着空性。所以呢，在讲到说，就是能够见到名言的这一些法类的这个量呢，叫做抉择名言之量。那能够见到空性法类的这个量呢，叫做抉择圣意之量。所以，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做抉择名言之量，还有抉择圣意之量。其实娱乐等等的他人你阅读，得姐姐给怎么的啦？安尼他人姐姐给怎么知道？安尼等等姐姐给怎么是你下个月的？他人姐姐给怎么说的？工作被姐姐给怎么的了呀？他人姐姐给怎么当？东北人就有等等东北人下呢？得姐姐给怎么了？他人姐姐等等姐姐给怎么了是吧？但人的工作被缺生意的了，看着工作点把生意的，看得起个个月的是啦呢？但既当工作点把的团队点把是了，工作点把的团队点把是的，既当的工作点把的团队，他都轻易过来写下去呢，真的，哎呀，他都是了那这个是吧？既当工作点把的团队点把是的，点把是的工作的团队米了，点把是了，开始呢了不是呢？既当旁边人下一些个西瓜大都。태용업이 니술라 댐베차네 아니 던담 댐바스라 군접 댐바다 던담 댐바스 다 군접 댐바시비 군접세도 군접 샤바디 군접디 줌바라 코고레 줌바 샤바디 낭주다 니츠 미툼베차네 줌바스라고 요래 어때래那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是先一一来做这个解释。那刚刚就有讲到呢，就是能够分为这个名言以及圣意呢这两种。
所以能够见到名言的量呢，那就是称之为叫做觉者名言之量。那能够见到圣意呢，就是能够见到空性能法类的这个量呢，那称之为叫做觉者圣意之量。那我们就依着这个性相里面所讲的这个名相呢，就是来做这个解释。那就是我们讲到说前面的世俗呢，它指的呢就是指的说名言的这些法类嘛，就是名言就是世俗的这些法类，就是非空性化的这些法类呢，称之为是名言。那无论是世俗或者是圣意呢，为什么要加一个谛呢？那谛的意思呢，就是表示说它是真实的，也就是在圣根本定制当下呢，见到的时候呢，它是正确的这个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叫做谛，就是在圣根本定制显现之下呢，它所圣根本定制当中呢所显现的时候呢是正确的缘故，所以把它称之为是谛。那我们再讲到说，为什么称之为叫做世俗呢？世俗的意思呢，它其实呢就是虚妄的意思。为什么叫做虚妄呢？虚妄就是说它所显现的和它真实存在的方式呢是不符顺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叫做虚妄。다 되래. 다 단위 주직이 세명에도 강시라래. 다 단위 주직이 세명에도 강시라도 단위 주직이 세명에도에서도 지당 녀바 셰바 세만디기 녀바 세더라냐다 냐도 녀스네 녀바 셰바도 또베 퇴래. 유진 셰바디기 녀바 셰바디 녀베 또베 퇴래. 다 녀퇴수도 유 또베 유. 다 된다도나 단위 주직이 세마 세드 군조 제지기 체매기 당연 주지기 체매기 또베기 유카시스기요래 당연 주지기 체매에 대한 시베 냐바데 또바라고 또베기 대수도 또베기 유 제자 된다 군조 대바 임발라 당부 거르거스나 군조 제지기 체매기 당부기 코란기 유임바치 거래스 군조 제지기 체매기 또바치 고거래스 유임바치 고거래스 第一句话呢，就是我们把那个中文稍微修改一下，它的藏文的就是原文来讲的话呢，就是它是觉者名言之量的所寻义，就是第一个条件，它是觉者名言之量的所寻义。那什么叫做所寻义呢？所寻义就是它所能够通达的这个意思。那所寻义呢，那个义所指的呢，就是境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它是这个觉者名言之量的境的意思，它能够成为觉者名言之量的境，所以第一部分呢，就是它是觉者名言之量的所寻义。对。다 군조 지지기 체맥이 유인바 강실라 군조 당연 주지기 체마 랑이라 당연 주지기 체마 송아스라 다디 가르치네 라부여레스라 바이나 디페나 데레 페나 뎀바니까 다부지 차샤나 페나 페나 품바타부 차샤 품바타부 땅 아니 품바 뎀바르 동아 품베 땡기 동이니가 차샤 품바당 품베땡기 동이니가 신이 당보디 당이 주직이 세맥이 유래에서나 유래스 그거 그래서나 품바디 당이 주직이 세맥이 유래스 그래 품바디 당이 주직이 세맥 유인비 견제 그래서나 품바디 군접 지직이 세마직이 유착이 요 그래 품바디 품제 미식이 유래 품바디 품제 미식이 유인자 품제 미식이 그래 군접 지직이 세마래 봄바데 군조 본제 미시데 군조 지지기 체마 인자 봄바데 본제 미시기 유인 배차네 군조 지지기 체매 유인데 당연 주지기 체매에 대 자루고 당연 주지기 체매 유차소 당연 주지기 체매에 대 인스라고 할. 那第二句话呢，就是第二句话想要说呢，就是第一个它符合我们讲说第一句嘛，第一句就是它是觉者名言之量的所寻义，而且呢。对于觉者名言之量呢，它是觉者名言之量之境。那第二句话就是我们现在解释第二句话，就是第二句话什么叫做觉者名言之量本身呢？又是为觉者名言之量所证的。那就我们以瓶子还有瓶子之上的这个空性呢来做解说好了，就是瓶子还有瓶子之上的这个空性呢，我们要说瓶子呢，它是不是觉者名言之量的这个
所循义呢？是，它是抉择名言之量的所循义。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抉择世俗之量的这个所循义。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抉择世俗之量的境嘛。它为什么是抉择世俗之量的境呢？因为它是直凭眼知的对境嘛，所以它是抉择这个世俗之量的境，也就是呢，因为是抉择世俗之量的境的缘故，所以它是抉择名言量的这个所循义。那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了解的。那它成为抉择名言之量的这个所循义之后呢，人们的彭巴框他那抉择给什么，然后他那抉择什么送我的看的主那样子。哦，对了，哇，你送啊谁的看的就是这样，但本呢，你这样的看的是呢，但你看的高位是呢，本呢碰别登记群里的，他谈到的碰别的他也就这个前面有掐送啊，他碰别登记群里的他也就这个前面也段掐个月，碰别登记群里的他也就这个前面也段干的是呢，碰别的工作节这个前面看容啊这个月来月，看的月是呢，本呢今年把前边南天月了哇，今年把前边南天。今年把前边南边地基碰把的，呀，今年把前边南边的工作机制给参嘛了哇，地基原因上碰把的产业机制给参没给预测了，他话呢，碰被登记去年的碰把你个产业机制给参没原因把你个机关因呢，他碰被登记去年的产业呀工作电话没因把卡了。碰别登记碰把的工作电话因把卡了是呢，他这个你把的给，开始你把的给要切个月。也要切个月。所以呢，我们在讲到说瓶子呢，它是这个世俗地，那它世俗地呢，就是第一点呢，它是抉择名言之量的这个所循义呢，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去了解，因为呢，它就是抉择这个世俗抉择世俗之量的所循义嘛。为什么是抉择世俗之量的所循义呢？因为有一个能够通达就是瓶子的这个抉择世俗之量的这个抉择世俗之量嘛，那这个抉择世俗之量呢，就像是通达这个如所性的这个一切片质。那瓶子呢，它被通达如所性的这个一切片质呢所通达。那为什么它会特别把它安立为是世俗谛呢？因为我们讲说诸法也都是被这个如所性或者说尽所性的这个一切片质都能够通达。那为什么会它两者无论是瓶子或是瓶子的空性都会被这个一切片质所通达？那为什么一个是安立世俗谛，一个是安立生义谛呢？那最主要呢就是第二句，就是要从这个第二句呢来做区分。他的卡的是呢，碰把的工作电话因把卡的是呢，碰把的他也就这个前面你的因把的细下呢。碰别登记，他也就这个前嘛，让你了对的，让你了他也就这个前嘛送啊的，让你了对的，现在这个家呢，可团了，这个家对的家呢也个有。白呢，碰把碰这米些工作节节个前嘛意思，碰这米些工作节节个前嘛因把的，碰把多被军事的钱呢，工作节节个前嘛因把可缺着个有。是吧？实际上，碰这米些的工作节节个，参嘛，他人节节个，参嘛，因为军事搞的是呢，碰这米些的，他人节节个，参嘛，因为军事搞的是呢，碰这米些个与碰把他人节节个，参嘛，让你了对的，是的，他人节节个，参嘛，碰这米些大部的，他人节节个，参嘛，因把的，碰把了对的，可他人节节个，参嘛，送过来嘛都，碰把了对的，他们节节个，参嘛，送过来为是呢，送过嘛的。实际上，碰把了对的，可多被军政的呀，他人就这个参嘛送而已呢，可多被给了对呢，可多把了对的，他人就这工作节吧，过去个多呢，工作节这个参嘛，他人就这个参嘛送而已，可多把了对的。团队多把过去这个多呢，团队就这个参嘛送死了个。第一的，碰见米些他人就这个参嘛应当的。碰把多把给军政了，但呢，他人就这个怎么送啊嘛，都这些搞啥没把意思，对的，他人就这个怎么让你了，对的，他人就这个怎么送啊是对了过来。第二句呢，就是我们稍微改一下，就是抉择名言之量本身呢，它是抉择名言之量呢，它本身为抉择名言之量。那这句话我们怎么来做理解呢？那人们现在就讲到说，虽然课文里面呢，它只有讲到说，就是抉择名言之量本身呢，它是抉择名言之量，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
中间呢加一个官代两个字，就是觉则名言之量本身，然后呢官代自身为觉则名言之量。那什么叫做官代自身为觉则名言之量呢？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比如说呢，以直品眼知来说呢，它我们为什么把它安立为就是能够见到世俗谛的量呢？它能够安立它能够成为见到世俗谛的量也好，或者说它能够成为觉则名言之量，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本身是能够通达平质的缘故，所以我们把它安立为就是觉则名言之量。所以它能够安立，我们能在安立它是觉则名言之量，或是觉则世俗之量呢，能够见到世俗之量，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境呢是平质的缘故，它通达平质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把它安立为它是能见名言，能见世俗之量，或者是呢觉则名言之量。所以觉则名言之量呢，它就是官代自身呢，然后能够成为觉则名言之量，就是后面这一句的这个意思，所以它才能够成为就是世俗谛。但第二个说呢，短暂点被轻易的大个让人家解决了，别那个人就看了过来，别呢小民的那个切吧伊呢，米那个切吧过去个去个嘛的，米那个切吧过去个吧，小民的给当吧伊呢，米给当吧过去个吧。小民来源呢，米来吧过去个吧，我得找不到这里，可现在분배기 당이 주지기 체마기 분바 똑발라 때니 그 전담 똑바 고쳐두고도 왜 전담 똑바 고쳐두고도 왜 건조 똑바 고쳐두고도 됐다. 당이 주지기 체마대 분바 똑발라 때니 전담 똑바 고쳐두고도나 그 아니 당이 주지기 체마대 분바 똑발라 때니 건조 똑바 고쳐두고래 마도 전담 똑바 고쳐두고요 말. 뒤 분바대 아니 가르에서는 당이 주지기 결라 뜨띠 당이 주지기 처마 송아 랑이라 뜨띠 슬랍 고야다고 지어래 이나 책나라 뜨띠 요 말에디 된기 고아리기 차라 봄바 똑발라 때니 봄바 똑발라 뜨띠 고급 지지기 처마 송아마도 전담 주지기 처마 송아 마인바 된대지 쓰기요。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小明在工作的时候呢，可以代表说有人在工作。小明在工作的时候呢，可以代表有人在工作。我们叫小明来的时候呢，可以代表说我叫一个人过来，或者说小明离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人离开了，某个人离开了，所以可以用小明呢来代表说这个人的这些作用，它可以代表人的这个作用。所以呢，虽然说在安立性相的时候呢，它第二句只有安立叫说觉则名言之量本身呢是觉则名言之量，所以虽然说课文里面内容它只这样的安立，但是如果说我们要让自己比较好理解的话呢，我们可以讲说觉则名言之量呢，它官代自身呢，然后成为觉则名言之量，那这样对我们来说呢会比较容易去了解。就像刚讲的，为什么直品眼知呢？直品眼知它为什么能够把它安立为就是觉则呢？就是世俗之量呢，它能够觉得世俗之量，就是因为它通达平的缘故。就因为它通达平的缘故，就代表说它有通达世俗。因为通达平的缘故，所以它通达世俗，或者说因为它通达平的缘故呢，所以它有通达这个名言，所以才把它说呢，就是通达名言之量本身呢是通达名言之量，所以觉则名言之量本身呢是觉则名言之量，那我们就把它加个官代两个字，就是觉则名言之量本身呢，它官代自身呢，然后成为觉则名言之量。제장 다디 가르에서는 지당로와 생이 당보데 당이 주지기 체명이에 강시 라바이나 디 라바데 디값은 내가 직티요래 가르에서는 반덴 다웨기 우마 주베 나라 우마 주베기 sem게 초베기 떼달라 덴바니 댕이 셰베 값수 아니 가리송 하레슬람나 당이 주지기 체명이에 당이 주지기 체명이 유달라 군조 덴바 전남 주지기 체명이 유달라 전담대바스 다가랑 자니 송요래 책신나 어디나 어딘기 자베 책신 고고양다 좀바 통화에 원이 원이는 좀바 양다 통화 간데 딩이 통화 좀工作 담바 송스 셰베 값소 아니 반데 안 다와타베기 오마주베기 sem게 tuk베나라 덴바니기 칭이 샤연디 다가랑 타니 주지기 체명에데 아니
고조 덴베 칭이 변남 주지기 세명에도 변다 덴베 칭이 샤바레 디 샤레티 이나야 셈게 다 사이연데 셈게 주베기 값서 사이연데 셰베 값수 상기기 셰자 켄주지 셰구요 상기기 셰자 켄주 셰베 값수 아니 카세가 떼어버려 세가 가르떼어버려 슬라바이나 네녜마 덴바니기 값수 당연 주지기 세명에 된다 변담 주지기 세명에 된스 덴바니기 칭이샤 당연 주지기 세명에 된데工作 덴바다 변담 주지기 세명에 된 변다 덴베 칭이샤야 띠 니 상기기 켄제 심진기 왕도 체니 셰기요 심진기 살아 상기기 켄제 마두베 왕도 상기기 켄베 연된다 연된데 마두베 왕도 체니 셰기요 상기기 켄베 연된 두베 왕도 체니 셰바이나 케조 당고디 칭이 창그 말레스 디인데 케조 니바디 자르고 그레스 오또 당연 주지기 세마랑이라 때데 당연 주지기 세마 송아스 두즈자 슝기 나라 조당다고지 데데치 차위요 디 용당티那为什么说在安利性相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就是它是抉择名言之量的这个所寻义，就是抉择名言之量的所寻义。然后而且呢，为什么它这样第二段？而且呢，它是抉择名言之量呢，就是观待自身能够成为抉择名言之量。为什么要安利？就是这两个呢？因为这跟月称菩萨呢，他在造入中论的时候呢，这个是有关系的。因为在第六品的时候呢，第六品就是前半部呢，在解释二谛的时候呢，那月圣菩萨他在安立这个世俗谛还有生义谛的性相的时候呢，他只有讲到说成为抉择名言之量的这个所寻义呢，它就是世俗谛的这个性相；那成为抉择圣义之量的这个所寻义呢，它就是圣义谛的这个性相。那这是在第六品的这个前半段呢，就是从入中论的这个根本颂当中呢，它也可以就是直接显示出这个内容。那虽然说在第六品是这样安利，但是到了第十品的时候呢，在讲到这个佛地功德的时候呢，那这时候月生论师呢，他就出来做补充，他就补充到说呢，就是前面呢在第六品的时候呢，就是安利了，就是是抉择名言之量的这个所寻义呢是世俗谛的这个性相，还有呢是抉择圣义之量的这个所寻义呢是圣义谛的这个性相呢，这个呢是以说未成佛之前的这个有情呢是如是的安利，因为只要加上佛智之后呢，就是佛陀的智慧呢，这个没有收摄佛陀的这个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佛陀的心绪当中的这个智慧呢，抉择名言之量呢，它是能够通达一切法的。同样的呢，它的抉择这个圣义之量呢，也是能够通达一切法的。所以前面所安利的这个性相呢，是对于凡夫而言。所以呢，到了佛智之后呢，我们仅仅安利了前面就是能够它是抉择名言之量的所寻义是世俗谛这一点呢，它就不够了。这个性相呢，它就变成说不够用，因为佛位的时候没办法收摄进去，所以在佛位的时候呢，它就要加上后面的这一段，就是它是抉择名言之量。观待自身而能够成为抉择名言之量，就是要加上这句话，那才能够说在佛位的时候呢，也能够清楚的区分生义谛以及世俗谛的这个差别，所以才会说在安立心相的时候呢，有前半段也有后半段的原因。다 되래. 다 되니 인디 제자 당연 주지기 세명에 찍고 라바 있나? 아니 가르치고 하면은 최 탐제 당연 주지기 세명에 되래. 가르에서는 빼는 당연 주지기 세명에 돼工作 배치든지 강가 당연 주지기 세명에 돼 임발로 도박견이 요말. 다 어느 된담기 최 동반이 분배된게 동이 가외된게 동이라 서버든지 강가 동이기 리스크 받든지 강가 아니 당연 주지기 세명에 돼 가르래기래라도 띠래기래 사탄기 라바들. 당연 주지기 세명에 돼 징해바 캠베 남견디기 징해바 캠베 남견기 아니 콘조비 최도베 남견 여러 징해바 캠베 남견디기 아니 녜되 차고요 징해바 캠베 남견이 녜되 이미 균제 가르서는 징해바 캠베 남견이 녜되 마이나 징해바 캠베 남견기 마도라고 디 마도나 징해바 캠베 남견기 마도베 최지 샤고래 최담제 징해바 캠베 남견기 또우로 남견이네 최담제 무슨도 또베 타진미 이시지 고고요 최자 디기 누구요 디디 상기기 켄제 두마도 깨제데 테네레스와 다 디디 동니디 당연 주지기 세명에 돼 이봐 잠기 그 리마송아 제가 어다 도스래 所以呢，就讲到说，如果呢，我们仅仅是安利了，就是是抉择名言之量的这个所寻义呢，它就能够成为世俗谛的话呢，那这个就是以
佛位来说的话呢，这个并不周遍。为什么呢？因为刚就讲到说呢，就是我们除了说世俗的这些法类呢，或是名言的这些法类呢，它是这个抉择名言质量的这个所循力呢，这个是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像是说空性的这些法类，无论像是平直的空性也好，或是柱直的空性也好呢，那它是不是抉择名言质量的这个所循力呢？这个我们要回答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以佛位来说呢，佛位它能够通达这个如所有性的这个一切片质呢，它也能够通达这个平直的空性、柱直的空性，就是这个通达如所有性的这个一切片质呢，我们不要说能够通达平柱等这些世俗地的法类，它也能够通达平直的空性、柱直的空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切片质嘛。它既然是一切片质的话，就表示说任何的法，无论说你是世俗地也好，或是圣义地也好，它都能够通达。它如果说它只通达平柱，无法通达平直之上的空性，或者是柱直之上的空性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成为通达如所有性的一切片质嘛，它就没有办法变成一切片质了。所以呢，我们会讲到说平直的空性，还有自主的空性、柱直的空性呢，它也是抉择名言之量的所循力。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能够，它是被这个通达如所有性的这个一切片质所通达的缘故呢，所以它也是抉择名言之量的所循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仅仅放第一句的时候呢，它就没有办法变成周遍，它就没有办法成为世俗地的形象。다 되네. 송아, 다 되네. 저자다, 다 득사로와,这些득사로와, 라서. 那不要说这样子解释，大家能够理解吗？다 되네. 가르사. 공기 단다 타니 베체마 타니 베체마 당 체마니 둔지를 베세 베나 소소 지워기 타니 베체마 디양 최탐제斗투기를 베세 어디도 말해. 에네 라소 름제 음라소 세마다 타니베 세마니 든지 말다. 타니베 세마다 세마인 거라마도 세마 담제 타니베 세마래고 배나 범죄 미시에디 타니베 세마래. 그래서 세마이나 타니베 세마인 거 말해. 배나 돈담제베 돈이 또베 파베 냠샤 이시지어라. 년대기 통람 냠샤 이시에도 권람 냠샤 통람 랑게 통람 권람 냠샤 이시에 파베 냠샤 심쟁기 살아. 된소 강가 타니베 세마 말해. 세마래. 타니베 세마스도 타니바시베 타니바티 꾼좁라 코레 타니 꾼좁라 코니 꾼좁에 지지기 참아텔라 타니베 참아쓰고 요래 어디래 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名言量呢，它是否是这个名言安利之量？那它是否跟量统一？那仁波切就回答说，名言量跟量这两者呢是不统一的，它不会是统一的，因为呢，就像是圣者心绪当中的圣跟母定式呢，它都是量，但是呢，它并不是名言量。因为就像刚讲的，名言量呢，它最主要指是能够通达就是世俗诸法的这个量呢，称之为是名言量。所以名言量和量二者呢，并非是统一的。 타니베 참아 저 최탐제 또고 말해 배나 범죄 미시했다 보디 타니베 참아래 그유 타니베 참아서도 거기 참아디기 유 꾼좁에 최임바 다가란게 타니베 참아 차버려 마도 최탐제 또고예요 말해 那名言量就像是凡夫的名言量呢，是否能通达一切的所知呢？仁波切也回答说，并不能。就像是说我们心绪当中的这个直品眼知，直品眼知呢，它也是名言量，但它没有办法通达一切诸法嘛。那为什么说我们的直品眼知把它安立为是名言量呢？安立为名言量最主要缘故就是因为它的境呢是世俗地的缘故，所以呢把它安立为是名言量。所以名言量它不用通达一切法。다 그래 다 키란족의 낭라 미세 민다 그래서 그러와 다들 야 다 키란족 빼자 여러와 빼자 여봐 있나 따잡사데 될라 두저 따잡 그래 다 디나나 우숨다 운주 둔직세야 돼 따지 잡 그래 고 민다지 차송아 좀다 고마다 민다지 차고도와 다 디지 차 그래 다 디네디 마치 이제 라니 꾼조 대바 임비 칭이 세시도 될라 따지 잡 그래 아니 고주 가가지요래. 내가 고주什么这个温顺南温顺温住你囤积的大计价位，那你把的
니바디 랑이 콘조 템바 임베 칭이 세시도와 데라 다지 갸고레.就是大家如果有荧光笔的话，或是可以画重点的话呢，那可以第一个呢，就是把前面呢在28页最后一行这边，就是线前与这个线前分同义这个地方呢，可以用笔画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世俗谛的定义，但是在藏文里面，它是讲说这个世呢，就是自身是世俗谛的性相，就藏文里面有加个自身，它本身是世俗谛的性相，那也把这一句话呢，就是画起来，本身是世俗谛的性相。다 랑이 콘조 템바 임베 칭이 라야디 지당 좀다 고마라 임바 이나 가르쳐 가서 콘조 템베 칭이래. 얘 된다 콘조 템베 칭이라고 지래. 이네 랑이 콘조 템바 임베 칭이 슬라베디 땡큐와다 좀다 셴다 만다와기 개최지 땡기요래. 디 가르 땡기요래 슬라바 이나 지당 랑규바 인체라 임바 이나 랑규바 인체라 임바 이나 아니 가르쳐 두고 그랬으나 랑이 콘조 템바 임베 칭이라고 해요 말. 콘조 템베 칭이 슬람나 저기요 콘조 템베 칭이 딜라 랑이 콘조 템바 임베 칭이라도 디기 턴다 믹세지 땡기요. 那就是为什么这边要特别呢？就是做一个记号呢？虽然说就是以其他的中医师来说的话呢，就是本身是世俗谛的这个性相呢，或者说你直接把它安立成是世俗谛的性相呢，也是可以。像是秩序以下呢，并不需要特别安立一个自身为世俗谛的性相，或者说本身为世俗谛的这个性相，不需要，他只要安立说哦，就是世俗谛的性相。那为什么应成派在这边他要特别加一个自身为世俗谛的性相？为什么要特别加这个自身呢？因为应成派有他不共的这个程序的方式。디 가르치는스나 오늘 제가 된다 덴베기 콘조 덴베 칭이 레디어 가르스나 예 유텔라 예나 콘조 덴바다 된다 덴바 니예 슬랍소한 제가 콘조 덴베 케제 시기야 봐 다디 가르스나 탱규 예루라 콘조 덴바 잉이지 또나 콘조 덴바 또고라고야 빼나 폼바 또인도 콘조 덴바 또라고야 가르스나 폼바 또인도 콘조 덴바 또다데 가르스나 폼바 콘조 덴바 인출을 하지 요만 폼바 콘조 덴바 인장 폼바 또인데 콘조 덴바 또스 폼바 콘조 덴 폼바 또인데 줌바 또스 줌바 또 기능 가르스나 폼바 또 그런 줌바 인줄에 라지 폼바 또스디 줌바 또스 요말 줌바 콘조 덴바 또스디 콘조 덴바 또스르다 콘조 덴바 임바 말다 콘조 덴바 또스디 콘조 덴바 임베 최직 또 다가랑기 콘조 덴바 또 다디 인가란조 제르미치기 콤바랍세 된소나 백게 전부 조비하래 제장 다 폼바 또인데 콘조 덴바 또 라디 또베 균제 가르에서는 폼바 콘조 덴바 인출에 라서 요 말해라고 디인데 콘조 덴베기 칭이디 또인데 콘조 덴바 또 누구야 그래서 콘조 덴베 칭이디 콘조 덴바 레디어와 당연 주직이 설명이 되어 가지고 당연 주직이 결합되되 당연 주직이 삼아서한테 콘조 덴바 레디어 코 또인데 콘조 덴바 또로 코 또인데 콘조 덴바 또라도 코 콘조 덴바도 그냥이 설명이 마두가 차두고야 그래서 세명이 마두바 차도 가르스나 칭이디다 천자기에는 칭이디 뇌라기에는 천자디 제일 떠가지 고거로 세명이 마두바 차 디께 요인자 폼바토디 콘조 덴바토 그래디 콘조 덴바 임바마토 쓰라고요 제자 콘조 덴베 칭이디 또인데 콘조 덴바토 콘조 덴바 임바마토 다다 칭이디 콘조 덴베기 칭이 말이 콘조 덴바 임베 칭이래 쓰라고요 인달라 디소한 나서那这里就讲到说，为什么要特别加上一个就是本身是世俗谛的这个性相呢？因为以应成派的程序来说的话呢，就是当这个境呢它是世俗谛的时候呢，它是世俗谛的时候，你通达这一法就表示你已经通达了世俗谛。像以应成派来说呢，当你通达平直的时候呢，漏什么些？拉手。那就像在通达平直的时候呢，自然就通达了世俗谛。为什么呢？因为平直它本身是世俗谛的缘故呢，所以你通达平直，它就通达了世俗谛。就是因为平直它本身是世俗谛缘故，所以你通达了任何一个是世俗谛的法，你就通达了世俗谛。同样的呢，你在通达平直的时候呢，你就通达了虚妄。为什么呢？因为平直呢，它就是虚妄，就是你在通达世俗谛之外。你没有通达平直，你自然而然就通达了世俗谛，因为没有其他就是其他的这种方式呢，你还要多一层去了解到说
什么是世俗谛？你通达平直就是通达了世俗谛，你通达了平直呢，就是通达了虚妄，它没有除此之外呢，没有更进一步的其他通达的这个方式。但是呢，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你在安立这个性相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性相它本身是世俗谛嘛，就像平直一样，平直本身是世俗谛，所以呢，你通达平直，你就通达了世俗谛。所以你在通达性相世俗谛的性相的时候呢，你就通达了世俗谛。那但是我们在讲说性相跟名相，它本身是有个量决定的次第嘛，你要先通达这个性相之后呢，才能够通达名相。所以应成派在安利的时候呢，他会通达说，为什么说本身是世俗谛，就是通达了世俗谛，但是没有通达了平直是世俗谛，所以这两者是有差别的。你在通达平直的时候呢，你通达了世俗谛，但是你没有通达平直呢，是世俗谛。所以你在通达世俗谛的性相的时候呢，你也通达了世俗谛，但是你没有通达了这个世俗谛的性相是世俗谛，所以他这边为什么要加上说是世俗谛的性相，就是本身是世俗谛的这个性相，因为他加一个就是是世俗谛，去区分说哦，你通达了性相的时候就是通达了性相。就是通达了这个世俗谛，跟你通达了世俗谛之后呢，你并没有通达这个世俗谛的这个性相呢，它本身是世俗谛，所以为了做这样的区分呢，才增加了就是本身是世俗谛的这个字，所以才会安利说本身是世俗谛的这个性相。那接下来请荣介请大家稍等一下，就是荣介去洗手间。年仔老师，不好意思，我在这边做一个提问，就是我之前曾经问过说，除了佛之外，空性是否能成为名言量的对境？然后那时候，仁波切的回答是说，一般来说，空性是名言量的对境，因为诸法都是名言量的对境。然后今天就讲到说，那个名言量只能检择圣意那个世俗谛嘛，所以我这边就是有点搞不清楚，是不是名言量跟检择名言量应该做一个区分。不然就是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名言量也可以证得空性，或是诸法都是名言量的对境。谢谢。他人跑界的是多的，差价的呀，我们沙滩的，差价了呀，我来对呀，民俗部的开始谈谈做的大大没，安尼，人家口们都，人家了干下。对，那荣介说就是我们在学这个应成派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障碍。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呢，是这个网络呢并不是很通顺这样。那等到网络顺了之后呢，那荣介说反而是他自己本身的有一些不舒服的。可是讲给他们是肚子怪怪的，是怪怪的，而且现在，安尼可是啥？空大家需要的一下，空气变到他那边车马当，他那直接给车马你了，切把有的为是，变到空乌啦，第五马空人接机枢纽，变到东尼的他那边车马给有的为是。那人些对对给他那边车马给有的是，那给的东尼的他那个车马给有样的，那抵挡他那边他那直接给车马你啦的切把有的为是，那东尼的空他那边车马给有的，那他那直接给车马给有马因的那客人个为是。马里他那边车马给有的，你嘛客人卡里有的大人家因是。就专门给米大把的给有的，可能的人家因是。当你的他那边上面的语音，他你因出个的是呢，工作节个，他你就这个上面一段人，他你就这个上面语音当的工作节个上面语音当的是，安尼卡啥？对嘞，安尼他对嘞是，却他们这他你就这个上面一段人，就是第了的呢，安尼。반대다와잡기 댐바니기 당이 주지기 체명에 된데 군조 때문에 동니디 당이 주지기 체명에 된 인자
템바니 기 칭이라 반데 다웨 기 딩이 기 칭이 강라 셈게 투베 디 고들 샤야다 와디 세가토 엔체 강디 상기 기 켄제 마두봉도 쳐바레 와디 상기 기 켄제 드봉도 쳐바레 단다 칭이 기 케징이바 자야디 켄제 드봉도 쳐바레 상기 기 강마디 켄제 마두봉도 쳐바레 어디 테레 된다 밥사 테레 공기 다긴 양 점세 디 베나 타니 베체마 디 타니 다 품바 라 소바 디 소마 도 도기요 마 베나 소제기 분징미 셰디 타니 베체마 인 에네 디去他们这도기요 마레 공디기 토네 도바사 베다 아네 타니 베체마 인의 쳐 탐제 도 마레 나서 就是就像人些就回答到说呢，就是像他之前所承许的一般，他还是承许呢，空性呢是明言量的这个对境，然后呢，明言量也好，或者说呢，我们讲到说觉者明言之量也好呢，它也是通达一切法。它也是通达这个一切，那就如同他之前是怎么承许的呢？他到现在还是这样承许，虽然说有无常，就是刹那刹那会改变，不过这个承许呢，他还是没有说改变，他还是如同之前一样的这个承许。就是他承许呢，就是明言量呢，它是能够通达诸法的，那空性呢，它也是被这个明言量所通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这个觉者明言之量呢所通达，那同样呢，它也是被这个通达如所有性的这个一切片质呢所通达缘故呢，所以会讲到说，就是它也是觉者明言之量的这个对境。那刚刚所讲到的呢，就是明言，但是呢，就讲到说是明言量的话呢，它不一定要通达诸法，就像是凡夫心绪当中的这个直品眼智，它是明言量，但是呢，它不用通达一切诸法。那我们就说这个是他的回答。 이게 쪼디 계란 캐와드 가르쳐고서는 남바 탐지 캠베 이시엘라 지다와 캠베 남게다 징예바 캠베 남게니도와 다 기시 지게바데 봄동이디 탕예베 체맥이 녜데 마이 탕예 주지게 체맥이 유 마이 라나 다 지다와 또베 남게다 징예바 캠베 남게니보디기 지다와 또베 남게디기 지다와 똥이 마시 마도라 그래 징예바 캠베 남시인디기 군소비 쳐마도 마도라 그래 일라바이는 남경이는 최탐정 웃음도 또 맞잡으려고 그래. 아니 남경이 증인 나도 이래. 那说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程序的缘故，最主要就是说，像刚讲的嘛，就是因为我们在讲到说，就是觉者明言之量的这个所循义呢，作为这个世俗谛的这个现象呢，就是月生论师呢，他在路中论的第6品的时候呢，就是开头还有在最后面的时候呢，他都是做这样的程序。不过到第10品的时候呢，他有做一个就是也不能说修改，他主要是做一个区别，就是第6品主要是针对于就是凡夫而言，或者说尚未成佛的有情而言。那到了成佛的时候呢，他所安立的这个为什么加上后面这一段呢？就是觉者明言之量呢，观待本身成为明言之量。那这个主要是对于说收摄佛地的这个世俗地的这个性相，就是要收摄佛地时候的这个性相呢所安立的。所以以前半段来说呢，是适合于凡夫用的。那为什么说就是要承许说就是空性呢是明言量的这个对境呢？那最主要像刚讲的，就是因为你承许它是如所有性通达如所有性的一切片质的这个对境嘛。因为一定要这样子通达，因为它是一切片质。因为如果说通达如所有性的一切片质，没有办法通达空性的法类，它只通达世俗法类的话呢，那它就没有办法成为一切片质。那没有办法成为一切片质，它有一法通达，它就没有办法成为一切片质。那这个时候，它成为一切片质的这个性相呢，就无法符合。所以最主要是这个缘故呢，才说空性呢，它是明言量的对境。OK， 那就你了解吗？不是。就是我想再确认，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说排除佛了，所以我才会觉得很困惑。所以意思就是说，排除佛圣者的话，凡夫的明言量应该是没有办法证得一切对境的，对吧？然后讲伊变啊，搜索之后，他圣经的啥个的他那边前嘛的样，却他们这斗图有嘛的。都嘛。不会，就是在凡夫地的时候，或者说众生地的时候呢，它的明言量是无法通。양 결혼기야 된데 최진 주나 간시 최탐제 또베 제바 최진 주나 간시 就是说一般来说是不会啦，不过人家说，但是透过这种辩论呢，你可能会安利一个说，那通达一切法的底度呢，就会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这样的例子出来。
原来缺多被结巴有过了是，我到点点咱们看些。那如果说安利这个通达一切法的一些那个比度的话呢，那这个又很难说，因为它是通达一切法嘛。我夸看看多少了，就是不过就是如果是安利这个通达一切法这个比度的时候呢，那其实它里面所表示的这个意涵呢，是已经完全不一样的。好，谢谢仁波切。OK，那天那个当俺这嘛就是做的嘛都得嘛说，他单单俺做这听我去有啥人，听我听人都是过啊，那马去拉过。工作点吧，他这样说，他让你工作点吧，因为轻易些就顶两个人的，顶他们就干呢，确认了，做吧做啥原来没那几个。现在开发开的，让你工作点吧，因为轻易些这个做开的话是让就把引荐了，工作点吧，营业就到吧，大家让你工作点吧到那个要嘛的，别呢，定住开的时候的让就把引荐，碰把多人的工作点吧到那个要嘛的，但路的啦，碰把多人的工作点吧到是。现在工作点吧，营业就多人的工作点吧多，第一的工作点吧，青年多人的工作点吧多是。那可能前面人的主嘛的，前面人的主嘛的，第工作点吧给青年嘛的是。那开始青年的是呢，工作点吧赢不青年的是。但工作点吧赢不多吧啦，开始过的是呢，但第两个钱，别呢，碰把多吧啦，你工作点吧的哒，碰把多吧啦，工作点吧多个个人的，碰把多吧啦，碰把第二工作点吧赢不多么个，第二要切过来。说他第两个切学积的嘞，第一个是切学两个做第定个呀，碰把多呢工作点把多被卡，碰把多呢工作点把多被卡那样，碰把第二工作点把赢不多嘛嘞，碰把第二工作点把赢不多把了卡了过来，碰把准备赢不多过来，囊最的那次没多把多过来，碰把囊最的那次没多把多把了，第二个都碰把点把就把开过呀。碰把多把就把闹的嘛就把我了多过呀，第一对碰把点都点把就把我了开过。适当工作点把的团队点把一个人，工作点把我的多，那团队点把接了多的喂。伊呢，实体定的工作点把的，实体的工作点把赢把的团队点把以前呢，实体点把就把我了开呢，实体定的工作点把的接了多，开把提的第两个嘞。이제 시대의 준바 현재라고 시딩 품바 또발라工作 tempo 또고 그래스 이나야 품바 딩이工作 tempo 임바 또고 말레스 품바 딩이 工作 tempo 임바 또발라 품바 딩이 줌바 임바 또고 줌바 임바 또발라 낭주다 니츠 미투바 또고 낭주다 니츠 미투발라 또 된다 그래 로라 tempo 주바 낭시 나오다 마주바 또고 로라 tempo 주바 낭시 나오다 마주바 또도 tempo 마주바 또 차례 디인도 품베 텐도 줌바 또발라 품베 텐도 tempo 주바 응을 캐고고요 tempo 주바 tempo 응을 캐고고요 제네 품베 텐도 tempo 주바 응을 캐도 품베 텐도 동이 또 살아 된담 또 살아 품베 텐도 된담 tempo 응을 또네 품베 텐도工作 tempo 제일 또고요 이나야 지당 tempo 니 제바 있는 工作 tempo 응을 또네 된담 tempo 제일 또고요 그래서 工作 tempo 인기지 또 있는데 工作 tempo 또 살아那就是这里就讲说，为什么要他特别安利呢？就是本身是世俗谛的这个现象，因为呢，我们就刚刚有讲到说，就是在秩序派以下呢，它不承许说你通达平指呢就是通达世俗谛，通达平指它是无法通达世俗谛的。但是呢，以应成派来说呢，它承许说你通达平指的时候呢，你就通达呢就是世俗谛。虽然说你通达平指呢就是通达世俗谛，但是不表示说你通达平指呢是世俗谛。所以他这边要做一个区别，就讲说哦，上面所安利的这个现象呢是本身是世俗谛的现象，并不是世俗谛的现象。因为你只要通达世俗谛任何一法呢，就通达世俗谛，但是你并没有通达这一法呢是世俗谛。为什么呢？我们以平指来说，就是你通达平指的时候呢，你就通达世俗谛，但是你并没有通达平指是世俗谛。为什么呢？因为要通达平指是世俗谛呢，你要通达平指呢是虚妄的。那你要通达平指是虚妄的时候呢，你要通达说哦，我们显现平指呢它是第十成立，但是呢，如同显现般呢，并非是第十成立。所以你要通达虚妄的时候呢，你要先断除了就是第十成立这一点。所以你在通达第十成立的时候呢，你在通达平指非第十成立的时候呢，你就已经先通达了平指之上的这个平指之上的圣义谛。所以以这一法来说，是先通达平指的圣义谛之后，才会通达平指的世俗谛。但是以一般通达的这个
次第来说是先通达世俗谛才通达圣义谛。为什么呢？因为你通达任何一个是世俗谛的法呢，你就通达了世俗谛。所以我们类似先通达平直等等。但是呢，在通达一法之上的世俗谛之前呢，要先通达这一法之上的圣义谛。那这个呢是要做区别的。就是他第俺就概念就这个样的，第一套呢概念就这个样的，我听的，原来是。那这个呢也是应成派的一个重点。这个他听的，但俺样节目的真的你有啊，俺真的有的，第一他的提话有的提话的当时他得下午开始的哦。你第几边啊？东尼都被解吧的，他那就这个钱嘛，伊那啦，面那顿南就这个钱嘛，伊那着。当你个啥当你都被解吧的顿南就这个什么的，他一那样，可以工作被缺多个的多嘛的，当你给对起多个的多嘛的，甚至这么样的。那就是想请问人们切，就是通达空性的比度呢，是觉着名言之量呢，还是觉着这个圣意之量？那人们切就说呢，就是一般来说，通达空性的比数呢是觉着圣意之量。不过呢，就是在辩论的时候呢，又会探讨到说，虽然说它是觉着圣意之量，那它是否能够通达像是空性的这个义共相啊等等，就是会有这方面的辩论。Any 年长老师刚才那个仁波切他解释完之后，我其实大概就是懂了，前两个都懂了。那我还剩两个问题，如果就是有适合再问，如果不适合这个课也不问也没关系，谢谢。没关系，你就直接问。问题就留在那个文字栏上面的最后两个问题。就是空性的世俗谛有哪些例子？除了佛之外，空性是否能不是，就是我想知道那个名言量的那个不违背名言量的那个名言量是不是也是觉着名言之量？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世俗谛跟世俗有，就是说是我们都会说就是一切法都是名言当中有，那我们可不可以说一切法都是名言量所安立？就这两个问题，谢谢。大家那么些的这些卷产学过空的定力的多巴色彩，人家只玩你有的是，你的当乌马都是只玩学全部有的，的边呢我说他那边打卡了过的，工作都有把拉是那的，他那边车马当米给我，那他那边车马给米给我是我的，他那最近给车马拉的呢，没啦，他那边车马拉的那是。肯定，他那边怎么？所以当的乌马的南路的粤北车厢对，他看到他那边车马当米给我的下个多，那边他那边车马米给我是话的，等到给他那边车马米给我的，他那边车马是话的，只当给他那边车马拉的那没那，他那绝对给车马拉的那是。他那边车马了差不些的，我的他那去就送对吧？老那边车马了差不些，这几档给第四个月的，只当他那边车马拉的。这档预计这个车马了可个月的，他那边车马是的，他那就这个车马让了他可个月嘛的，他可能觉得要嘛的，这他们当时当那个是那些主要是该要嘛的，那就是在讲到说名言有的这个条件当中呢，有一个讲到说不违背这个世间名言量嘛。那这个名言量指的是说觉着名言之量呢，还是名言安利之量？那这么就说这一般指的这个不违背名言量呢，指的是指说能够通达境的这个量。但是呢，就算你安利这个觉着名言之量呢，在辩论上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过失。啊，这是第一点。那指完尼巴第一边呢，那时候。
工作点把当工作度约把的顶你给这话看的人噻，别那工作度他约把呢工作点把当工作度约把你，好，这没什么读不嘞。工作点把是的，当年嘛应该确定了工作点把是过来。工作的约把是的，他年的约把给家嘞。鸡蛋库上的约把的他年的约把，工作的约把什么短期嘞？约把他年的约把，工作的约把短期嘞。工作点把是的，别呢约把他年的约把，工作的约把短期嘞。他年的约把的工作的约把的了，卡里有的是呢点把你有，工作点把的短到点把你个工作的约把的他年的约把差个有嘞。但我对了，那接下来就是想请问人们界世俗谛和世俗有呢有什么关系？那人们界说呢，应该是三句型，因为世俗谛呢，指的是指说空性以外的诸法呢，称之为是世俗谛。但是呢，世俗有还有像是有世俗有，还有名言有呢，那这三个是同义的，因为只要是有的话呢，它就是世俗有，它就是名言有。因为世俗有呢，又可以分为这个圣义谛还有世俗谛，所以世俗谛和世俗有呢是三句型的关系。那确定他那边他那能读月，那确他们这的他那边什么下秋月呢是？确他们这，呢？他那边什么的下秋月呢是？确他们这，他因为怎么下秋了？他因为怎么给下把烂的这个人，他因为怎么倒把来？你那样，他因为给怎么下把来的？他因就这个怎么下是的？他因就这个怎么语音把大家人累下是的，都被下是的累语的，都被给语音去大家人给定呢，累下水的都被下水的效果。第是的，他因为怎么下来的这个，但是呢，他因为怎么下来的样，夸这个了。他你就这个怎么缺了对的，他你就这个怎么送一套呢？他你被怎么下了当的了呢？你工作被缺嘛都啥样嘛呢？那就是呢，就是法是名言当中有，那是否一切法都是由名言量所安立呢？那人们界说就是我们可以安立一切法都是名言量所安立。为什么讲说都能够安立名言量所安立呢？因为这我们在讲说有什么量所安立的时候呢，就是由这个量所通达。那一切法都能够名言量，都能够被名言量所通达的缘故呢，所以我们讲说一切法都是由名言量所安立。那这个理解是可以的。那不过呢，这是我们一般的理解。但是如果说像刚刚讲的，就是如果你把它安立为就是觉则名言之量。观待自身而成为名言之量的时候呢，那以这样子去理解的时候呢，就只有世俗谛能够去理解之外呢，并不是诸法都适用，所以这是在理解的时候呢，有不同的这种理解方式。他咋说啊？分别颠倒工作点把是那看人噻。分别颠倒工作点把是的，分别可能工作点把因素大家人单的什么单的这个。分别颠倒工作点把是的，分别可能工作点把因吧，分别可能准备因吧，那这的你准没准吧？那想请问人们界，就是瓶子之上的世俗谛呢是什么？那人们界回答到说，瓶子之上的世俗谛呢，你可以理解为说，瓶子它就是世俗谛，瓶子它就是世俗谛，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就是瓶子之上的世俗谛，或者说瓶子那是应该说的。或者说呢，我们理解瓶子呢，就是它所显现的和它所存在的方式呢，是不相符顺的这一点呢，也可以把它安立为是瓶子之上的世俗谛。本来这一定都没大把多了，就这没大把，因为多出来，老说这一定都没大把多才要嘛嘞。就像是说，我们在通达呢声音之上的无常呢，就是通达声是无常之外呢，没有通达声是无常之外，以其他通达声音之上无常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意思。对。가르다. 라서 다가가는 사람이지. 오야, 저 치. 다다양아 진짜 니여와 시바니 시바는 가봐는데 세상 데 샤게 말왜. 라서. 人民界说，因为他之后呢，就是还有2堂课，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先上到这边，就是还会其他的新种上课，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
那我还得送人了。那我们将今天所有文法的功德回向世尊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特别是三界法王中慧巴大师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与愿流长。让你回向尊者，还有一切和我们具法轮的上师能够发天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愿能够早日成办。那除此之外呢，所有的持教大善知识也能够发天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愿也能够早日成办。那对社会有贡献的这些人，无论是有宗教信仰或是没有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无论是佛教徒或是非佛教徒，那我们也祈愿他们能够长寿无病，所愿皆能够快速的成办。那我们也祈愿一切的国土没有任何的战乱以及疾疫，特别是疫情呢能够早日的结束。那总之呢，将我们三世所积的一切善根回向给一切有情，那祈愿一切有情都能够早日成就佛果位。呀，去大的呢，江北把握记得看吧，当公都勇猛文殊如是了诸法，大恨普贤菩萨亦如是，未能随从彼等清净学，我将此等善根皆回向。三世一切善事圣者众所作任何殊胜诸回向，我愿将此一切众善根为行普贤善行皆回向。所有礼赞供养佛如来，请佛久住世间转法轮，随喜忏悔等诸妙善根，回向一切众生及佛道。愿此学院环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根源处，观音自在灯经讲授尊，莲珠坚柱只是三有境，日期显密教法册，善知为生顶上言，智慧理上事业缘，众生导师愿久住，希愿至尊上师及长寿，尽善事业广传十方界，显慧教法明灯十三地，消除有情黑暗常安住。总之愿令善事皆欢喜，并获得佛意之广闻，如来圣教遍扬于十方，修行所说妙善皆究竟。吉祥上师愿长寿，遍虚空界生善乐，自他尽罪而及之，快速成就佛国地。父母有情具安乐，一切恶趣很时空。菩萨任谁处何处，彼等心愿皆成办。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也就念到了头几期。谢谢，谢谢仁波切，谢谢，谢谢仁波切，谢谢年扎老师。